主后2023年5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应字不忘的用意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斯帖记第9章20节到32节。末底改记录这个事，搁写批互亚哈随鲁王，达省远近所有的犹太人。吩咐因逐年着守阿达月14、15两日做节日。这两日是犹太人脱离对敌，得到平安的日。迄月是忧闷变做欢喜，悲哀变做快乐的月。因着伫这两日办桌庆祝，互相送礼物，搁禁制散车人。犹太人答应要遵守末底改的指示，照开始的时所做，逐年守这个节日。犹太人的对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设计谋要消灭犹太人，抽普尼就是抽签，为着要杀害消灭因。毋过，以斯帖将这个代志对王报告，王就颁布诏书，互哈曼计谋要害犹太人的歹代，报应伫伊家己的身上，搁伊甲伊遐个囝，互人吊伫叉架顶。对安尼，犹太人照普尼的名叫遐个日做普尼日，因为末底改这张批以及因亲身的经历，就为着因的后代以及所有规划改装的人，决定要永远伫逐年照规定守这两日做做期，搁要世世代代家家户户、逐省逐城守普尼日，伫犹太人的中间永久纪念。阿比海的查某囝王后以斯帖甲犹太人末底改专权写第2张批，确定普尼日，因用和平诚实的话写这张批，互亚哈随鲁王国内127省的犹太人。照犹太人末底改甲王后以斯帖的指示，设立普尼日，亲像犹太人为家己甲因的后代规定禁止哀哭的日相款。以斯帖命令着守普尼日的事，嘛有记录伫册卷里。应字不忘的用意。历史袂当遗忘，经验必须记取，做一个有记忆的人。这是电视节目《福摩萨是赢坡》的经典台词，相信也是节目制作人的心声。总是人为什么需要记取历史教训呢？其中必有深意。对今仔日的经文通看见，伫阿达月13、14日了后，末底改特地甲犹太人组织起来，攻击敌对者的事件，一直记录落来。伊要写批互逐省的犹太人，爱因应当纪念这个日子，因为这是犹太人出世入活的欢喜之日。后来被称作普尼节。这个节日的起源，通讲是犹太人以少数民族的身份，同心一意，伫一个特殊因的世界中奋力求生的历史记载。回顾以斯帖记，无论是以斯帖、末底改的智慧勇敢，还是犹太人民的冒死呼应，拢再再彰显出犹太人团结一致、民族特性。
目的甲伊知影，普尼做即个蒙恩得救的日子，意义需要代代相传，所以伊立下规定，将来犹太人会世世代代拢爱守即个节日。伊爱逐世代的犹太人记条，只有上帝才是历史的主，伊会互人转悲痛作乐，做欢喜快乐。所以犹太人伫即个节日，除了爱彼此庆祝、互相赠送礼物以外，也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关心佮帮赞有欠缺的善车人。反观台湾人对伫自身历史的轻忽、蔑视、逃避、袂禁止，令人吐气连连。因为过去台湾长期受到外来政权殖民统治，安尼的历史背景，互台湾人毋但身躯自由受限制，连思想也饱受牵制。结果，致使真侪人对家己身份认同产生疑惑，甚至有疏离感。加上中国对台湾虎视眈眈，用别有用心的认知作战，企图瓦解台湾人的国家意志。这也互真侪台湾人无法度，还是毋愿意认同台湾，就算这是因久长以来安身立命的土地。所以，每看到中国伫国际上对台湾不利的时，真侪台湾人并非一致伫对抗外侮，反倒转对厝倒鸡仔缀死甲无半只的教训无感觉，甲炮口对内抨击支持台湾抗敌的言论，还是脚底抹油，千机海外。掠做是出结避凶，这是自古到今的人类历史一再显示，遗忘历史教训的，要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个事实。愿咱拢会当对今仔日的经文得到启发，重视家己生长的这个土地之历史，佮认同家己的台湾人身份，才袂计较，甲家己当作是过客，敢若知影大事抢夺家己所生长这个土地逐种的资源。默想，我是毋是认捌台湾这个土地的历史？台湾人这个身份对我家己有甚物意义？我是毋是认捌台湾这个土地的历史？台湾人这个身份对我家己有甚物意义？咱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感谢你赏赐美丽的台湾，互阮安心立命，求你帮助我搁较认捌这个土地的历史，体认身为台湾人的尊严，也期望家己负起责任。正做好管家，来管理你所交托互阮的土地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